呢場比賽已經進行緊㗎啦，埋邊嗰兩隊都係10兩嘅，外邊嗰隊咧就係閃電爆長征，兩隊對一隊啊。A.B. 隊啊，10兩 A.B. 隊對閃電炮長征。閃電炮長征可唔可以即係長征到啦？1線同3線啦，閃電炮長征睇下呢場得㗎啦，閃電炮長征。埋邊嗰兩隊咧10兩龍舟體育會 A.B. 隊啊，似乎係 A 隊好過 B 隊喎嚇。A 隊咧就快啲啊！10兩龍舟體育會 A 隊閃電炮長征，咁好似呢個係咪10兩嘅策略咧？就棄權一隊，留翻一隊精英出嚟咧。咁你第2年最快呢個機會入到決賽㗎嘛？咁後再一隊10兩龍舟體育會 A 隊閃電炮長征，10兩龍舟體育會 A 隊閃電炮長征，10兩龍舟體育會 A 隊閃電炮長征，10兩龍舟體育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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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A 隊閃電炮長征。策略係咪成功咧嚇？如果第2名排得快都有機會入到決賽啊嘛。